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日要审查国土计划法的修正草案，婚姻馆长张立生甲立委今仔就提出国土计划法征收农业权立法的公文书哦。伊问讲要来争取农民，也是讲农地有特别牺牲，就爱有特别补偿，要来保障农民的权益，让农地有公平正义。 婚林是农业大国，不过婚林管府认为讲，伫咧国土计划法的架构，农业发展地区袂当任意改做非农业使用，互民众的财产权甲土地利用受到限制，所以提出国土计划法应该列入农业权，落实公平正义。 我想补贴跟补助可能会因为政策的改变而来中断，甚至是一个不稳定性的。我们唯有农业权入法能够得到相对的入法以后的立法补偿，那对我们农民他的权利才是有保障的哈。 婚林管府表示，讲农业权包括农民、农产品甲农地。虽然讲即马农民有3%一金甲农产物对地历史环境给付这政策，不过对农地相关保障却是欠缺的。希望提出农业权立法，让农民会当安心种植，保障农业永续发展。 在不管是农业部、内政部还没有提出相关的补偿的措施之前呢，而且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之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去争取这个展延。要保障农地的所有权，农地所有权跟社会义务之间的平衡点就是补偿条款。农业部表示讲，只要是对农民福利、农业发展的补贴，拢会继续检讨照顾农民，不会因为国土计划法来改变。也若针对婚林管府提出农业权立法，因为关系到北部业务，目前要搁来讨论。记者婚林报道。